讲道题目：主啊，叫阮伫真道上忠贞搁喜乐。请曾牧师。主耶稣讲：愿恁平安，平安。主耶稣讲：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互恁。愿咱伫即个特别武汉肺炎的疫情咧传染的时，咱的心内无过头的惊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当自执伫你的圣殿内，阮期待领受主你对天顶所赏赐话名甲慈爱。愿主你降临伫即个会中，进入伫礼拜堂的内底，互阮用心灵的目睭看见主你的荣耀。愿主你将你的平安放伫阮众人的内心，特别也恳求主圣神降临，亲像光照伫阮的内心，互阮的生命无搁再有黑暗的角落。愿你的保血洗清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用清洁的心、正直的心来群对天父上帝。至圣的主，愿你带领阮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保罗对正教会的一个祝福，就是渴望所有基督徒会通伫上帝的话、伫真道的顶悬忠贞，佮欢喜，进步长大，佮享受信仰的欢喜佮快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做基督徒，咱真正会当享受做基督徒的幸福。咱伫主的恩典的手中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你的话毋是干那诚做阮的道理，你的话要诚做光，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。主，互阮享受诚做一个基督徒的幸福甲快乐。今仔的圣经，无论是耶利米书，无论是腓立比书，其实拢咧讲起悔改的信息。悔改伫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是一个真要紧的主题。所以耶稣降生的时，上帝有先差遣伊的兄弟、伊的亲情，行洗礼约翰。伫耶稣拄降生的时，先伫耶稣要做工的进前来宣讲悔改的信息。所以约翰讲：天国已经近啦，恁着悔改，恁着悔改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咱来讲话，也圣神帮助咱。因为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真少有人对内在有迄种的智慧，会当看见家己的欠缺。愿主对咱讲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能领受今仔日腓立比书保罗对众兄弟姊妹的一个带导。伊讲：愿恁伫上帝的真道顶悬忠贞，佮欢喜。意思就是伫上帝的教示真理的内底，成熟，诚做一个有上帝旨意做心意的基督徒，佮有用耶稣基督的欢喜，赏赐互恁，到恁一生的路尾。今仔日个圣经腓立比书第1章第25节到27节，咱综合将一寡遐话形容词先甲放伫边啊，咱会当对这3句话内底，通得到一个祈祷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做真实的基督徒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成做一个享受信仰的基督徒。主啊，你的话毋是一个命令，毋是一个诫命那点，你的话要成做我的帮助，所以叫做忠贞佮欢喜，有份伫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佮喜乐。也互咱正教会，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志，用福音同心来努力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咱做基督徒，咱做礼拜，咱读圣经，兄弟姊妹，你敢有一个感受？其实有的人读圣经，只有读家己爱读的。伊若读到一寡甲伊的主张无啥共款的，伊会暂时甲伊放伫一边。伊会选择伊要做的路，伊要选择伊要行的路，选择伊所相信的。咱若毋是真正伫上帝的面前有谦卑降服，讲上帝你的话绝对无打折，
咱若毋是伫上帝的话进前完全谦卑，咱真困难互上帝的话完完全全来改变咱的生命。所有基督徒无法度长大成人，就亲像耶稣讲迄个夜景的譬如。因为上帝将天国的信息真道放伫人的心性的内底，有些人不以为然。基督徒嘛是安尼，毋是咱骄傲，是因为咱欠缺圣实的帮助，迄个真的光进入咱的内底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静、谦卑，伫主的面前承认咱的困难。因为人常常接受伊心中愿意接受的。当一个人伊只有相信，伊也接受一部分的圣经，所以伊的生命就只有改变一部分。独只有咱完全伫上帝的面前，甲主讲、降服讲，主，无论你讲的什么种的道理，主啊愿意完全照你的教示来遵守。主就要帮助咱，互咱长大成人。成长最大的困难，就是看袂到家己的愚妄；成长最大的困难，就是看袂到家己的盲点。自以为然，自以为是。常常人类最大的悲哀，就是因为咱看袂到家己的欠缺，咱的误会，咱的世俗化，但是咱无感觉。因为咱已经把错误的代志、世俗的代志当作自然而然。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兄弟姊妹，愿即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享受上帝的荣耀，咱嘛有上帝的话做咱绝对的教示。无论这个世间有什么种的道理，愿咱静静听。今仔日咱的敬拜赞美内底，咱的姊妹带咱唱一条歌，讲静静听。主是咱的大牧者，愿咱听主的声，愿咱听主的声，愿主的圣神帮助咱，互咱有觉醒的智慧。一个人若无迄种的觉醒，就真困难脱离家己本身生活中间迄个捆绑。无论是心思想，无论是习惯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会当醒悟。耶稣捌对众人讲一个故事，伫迄个故事的中间，伊讲有一个农主，伊离开伊的老爸，带着伊对伊老爸所得到的财产去拍天下，去到繁华的都市，交际应酬，想要成就一生的成就，要享受伊的一切。无拍算这个人到落尾，失去所有的一切，流浪有家归不得。所以伫伊真失志的时，伊甚至去工做工，饲猪，无物件人食的时，伊最后甚至食迄个猪仔食剩的遐物件。所以当伊真凄惨的时，人无亲像人。迄个故事中间上重要就是这句话，记载伫路加15章17节。这个故事伊讲，这个农主醒起来，兄弟姊妹，咱要成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咱要得到上帝的真理，行伫上帝的真道，享受这个信仰的尊贵。一个基督徒若无真正对灵魂的中间醒起来，咱真困难成长进步。这句话讲伊醒起来，这句话足水，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都要3个希腊文合起来，就是伊行进入伊家己的内心 ，come to himself， 意思就是讲，伊进入伊家己的心内的时阵，伊忽然用伊的心神面对伊家己内底迄个灵魂。兄弟姊妹，一个袂安静的人，一个毋捌真正谦卑面对家己的人，毋知影家己的见识，毋知影家己的素养，毋知影家己的欠缺。
愿主耶稣这句话帮助咱在座。无需为恁读这句话，嘛为咱大家兄弟姊妹祈祷，为着咱这个共同的信仰的家庭，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圣神摇动咱的心，互咱醒起来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恳求天父上帝的圣神，带咱进入到咱家己的心灵这个礼拜堂的内底，来面对咱家己，面对咱的灵魂，咱甲上帝讲，叫醒我，亲像你叫醒这个浪子共一款，互咱面对家己，互咱看见咱真正的需要。互咱对内在有一种的渴慕，主啊，我无愿意去做这种的基督徒。主，你帮助我，我若要信基督教，我就要做真正的基督徒。愿主摇动咱的心，互咱为着一个尊贵的活命做祈祷。今仔这个圣经真要紧的讲，是悔改的信心。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当进入天国。这是耶稣所讲的道理。耶稣讲天国近啦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咧讲起人若无顶头生，人若无悔改，人若无面对伊家己，伊就无法度看见。咱出世的时阵，上帝已经将一个尊贵的活命放互咱，伊照着伊所创造，甲咱好命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今仔日定心看到上帝所赏赐咱这份尊贵的活命。也咱发出祈祷讲，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真理活命的话内底来享受，所以你今日会欢喜甲快乐，改变、悔改、转化、归正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行西的约翰，伫耶稣要做工之前，伊就亲像徛伫耶稣头前迄个队伍，伊咧讲：耶稣来啦，耶稣来啦！天国已经近了，恁就悔改，恁的生活爱改变，互上帝的福音，甲恁的生命表里合一。伊咧讲起悔改的新象征的意思，就是互咱的心，互咱的内在、外在，拢一致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圣神。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，就是改变人的心思意念。Meta 其实就是咧讲人的心思意念，人的心思意念的改变，人因为上帝的话照伫伊的内心，人因为上帝的话进入伊的耳孔，所以人对内面知影上帝的话对照我的生活，两个放做伙的时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我的生活甲上帝的要求无一致，这就是悔改真正的意思。悔改毋是干那讲行为改变了，悔改毋是干那讲习惯改变了。悔改的意思就是咱要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亲像迄个浪子，伊忽然觉醒，伊讲：我得罪了我的老爸，我得罪了上帝。伊生命忽然伫迄个中间有一个觉醒，所以讲。我倒来找我的爸爸，我需要倒来找我的天父上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悔改最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互咱看见上帝，互咱来到这个世间的时，伊已经伫咱的生命中间所预备一个丰盛的活命。所以，一个人觉醒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当我出世的时，我的爸爸已经为我备办真多的恩典。为什么我无接受呢？所以悔改真要紧，就是一个觉醒，倒来，我倒来，我倒过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，耶利米书是唯一的旧约中间有讲到悔改这两个字。其实旧约中间真侪时阵咧讲悔改的时，伊并毋是用悔改这个字来讲起悔改。伊讲我倒转来，这就是悔改。所以耶利米书伊特别咱今仔所读的4章，第8章40到6节，伊出现5摆，
有关着悔改。第一，活去，意思就是上帝的囝儿，像着浪子离开家庭，活出去。这个老爸讲，伊敢无要搁倒转来？活来活去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囝流浪出去，伊敢无要搁倒转来嘛？这个世界像着耶路撒冷，因久久背逆，因固执奸诈。第五节，因久久背逆，意思就是离开上帝，伊敢无要搁倒来嘛？这个老爸伫迄个中间，通过伊的先知亚利米，伊咧期待伊的囝儿倒转来，毋通搁再固执奸诈，毋通搁再背逆，毋肯回头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伊讲到5句，无论是活来活去倒转来，这拢是咧讲起悔改。第6节的中间，伊咧讲起连因的讲话，连因的心思意念，拢无正直。咱就想到大卫。伊伫这个世间的奸诈的中间，伊甲上帝讨讲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。恁会记得这句话吗？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讲阿们。主求你将我对这个世间，甲我带倒来，互我有清气的心。有正直的心，无过再真做一个世俗流浪的浪子，无悔改，又搁行伫歹的内底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会通看到上帝的信息，就亲像亚利米伫旧约的中间。所以咱若读个规本的圣经，无论这个字出现几摆，咱也知影上帝的心意伫规本的圣经的内底，对起头到落尾。伊最重要咧讲起，上帝就是咱的天顶的阿爸天父，咱的爸爸，咱就是伊的囝儿。伊期待咱倒转来到伊的身边。悔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要咱明白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有一份真特别尊贵的机会。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拢有一个使命，也拢有一个上帝爱咱成就生命的时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对亚利米书，对今仔日腓立比书，拢得到造就。求天父上帝圣神叫醒咱，互咱活倒转来，就亲像大卫伊的祈祷讲：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互我活倒转来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做礼拜，就是重新倒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每一摆做礼拜，上重要毋是听牧师的讲道。每一摆做礼拜，就是倒来到圣礼拜堂，安静伫上帝的面前讲：爸爸，我倒来啊！兄弟姊妹，你知影这句话偌重要吗？当你甲天父上帝讲：阿爸天父，我倒来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圣神要将比牧师的讲道更较完全的信息，更较宝贝的真理，就写伫你的心内。你相信吗？当咱准备好势，上帝要用伊的圣神，将伊的话指示咱。箴言第1章第2节、23节，伊讲：我因为上帝你责备的话来活倒转，你要将你的圣神灌入伫我的内底。上帝要将伊的圣神对天灵，亲像火，就降临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的心火热，将伊的话写伫咱的内心。兄弟姊妹，牧师带恁读圣经，牧师只不过就是上帝圣经的路谱。愿你我讲的人、听的人，白白领受上帝的祝福。讲的人、听的人，白白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主对咱讲话，悔改毋是干那要求人习惯的改变、生活的改变。悔改最重要，就是让咱享受忠贞的欢喜，忠贞的欢喜。所以今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代祷，
嘛就是伊为着咱的代祷。保罗为着咱祈祷讲，愿咱因为咱的信心，愿咱因为上帝的话，咱伫真道的顶端中进。意思就是上帝的圣经的话语的顶端，来得到智慧中进，来享受耶稣基督内底的喜乐。主讲，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互恁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耶稣讲阿们。悔改最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人领受主耶稣的救恩。伫人做未来的时，上帝差遣主耶稣基督。当人做未来，犹太人做未来，伫黑暗的世代咧脱开，上帝差遣耶稣来拯救世间人。迄个拯救最重要，就是带人重新来领受一个完全的、纯全的、完全的活命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若是上好的生命，我无爱。你要记这句话吗？主若是上好的生命，我无爱，因为你是一个完全的上帝。既然你是完全，主我做你的囝儿，若不是上好的活命，我无爱。这不是贪心的祈祷，这就是为着咱的生命发出悔改的祈祷。所以咱的教会捌有一届胸章，是伊，你会记无？是咱教会第一粒的勋章，不是勋章，胸章。迄个意思就是，耶稣是我生命中间唯一的救主。我要做真实的基督徒，我要得到上好的活命。一起头，咱的教会有感动，用每一年的主题、每一年的胸章来做咱的祈祷的事。咱的教会对上帝所讨的就是：你是完全的上帝。我嘛要完全亲像你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勇敢进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独独信靠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主帮助咱，互咱重新倒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当圣经咧讲起我的事，其实就是咧讲起人伫生命中间迄个神圣的人，神圣的人。所以悔改意思就亲像迄个浪子。伊醒起来 ，come into oneself， come into himself， 进入伊家己的生命内底，伊去面对着伊家己。兄弟姊妹，做礼拜最重要，第一就是面对看袂到的上帝；第二就是真实面对你家己。兄弟姊妹，咱爱真心、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。真正面对你家己，一个无安静面对家己的人，永远看袂到家己的见效，看袂到家己的世俗，看袂到家己的愚妄，看袂到家己的双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真正的完全的生命彰显伫咱的目睭前，互咱因为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咱就看无这个世间。咱讲。上帝啊，独独你是完全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当一个人进入伊家己内心的时，伊会看到上帝创造你的时，迄个完全，迄个生命。求圣神帮助咱，带你进入到上帝起初所创造你的生命，互你面对，互你知影，咱的生命要伫主的面前。顶头生，所以今仔日牧师要邀请恁第二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求上帝，我伫伊的真道顶悬忠贞佮欢喜。第一个祈祷就是用保罗为咱祈祷，今仔日记载伫腓立比书这段话讲：主啊，求你互我伫耶稣基督的欢喜的内底，伫真道的顶悬忠贞佮欢喜。第二，求圣神叫醒我，求圣神叫醒我。叫醒我的灵魂，互我静静听到上帝一声，我倒倒来。今仔日耶利米书所讲的话，3000几年的邀请，3000几年前上帝的奴仆先知耶利米，伊为着上帝的子儿
为着上帝所讲的话，倒来，我倒来，毋通搁再固执背逆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心柔软，互咱的心柔软，互咱的心清气，互咱听到上帝邀请的声。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知，我需要你，我要倒来到你的面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互咱亲像龙主，伊的圣心望着龙主的心，上帝的圣心今仔日嘛咧邀请咱。伊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。既然听起我的声，拍开伊心门的人，我要进入伊的内底，甲伊做伙生活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将你的心向上帝拍开吗？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甲上帝讲？独独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生命你掌权，兄弟。将咱的生命来仰望上帝，亲像这个龙主讲，我要倒来到我爸爸的厝。每一摆礼拜，拢是咱倒转来的时间；每一摆礼拜，拢是咱安静伫主的面前。这个囝儿讲：阿爸天父，我得罪你。兄弟姊妹，伫咱日常的生活，拜一到拜六，有意无意中间，有时咱会讲毋着话。有意无意中间，咱会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有时做了上帝无欢喜的代志。但是，若有上帝的圣心踮伫你的内面，对今仔开始，你要真斟酌、真敏感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要对内面真珍惜上帝所赏赐你一个迄个阳光的基督徒的名分。愿天父上帝的圣心。叫醒咱，对今仔日到一生的路尾，咱做一个灵魂精英。诗篇23篇讲：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，互我的灵魂醒起来，精英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虽然咱未堪得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毋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我所爱的好。我常常软弱，主求你帮助我。虽然我未堪得，但是你是我的上帝，敢毋是？上帝，我虽然未堪得，但是你是我的天父，敢毋是吗？上帝要甲咱讲：是，我的囝儿，毋免惊，改变你的生活。我靠我要互你成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保罗就是安尼人。保罗的以前甲保罗的以后，保罗的悔改就是伫一个大马色的路上，伊要去捆着基督徒的时，主耶稣向伊显现。所以保罗的悔改了后，有一个足清楚的感觉，伊感觉对耶稣进入伊的生命的内底的事，伊无搁再是家己一个人孤单咧过生活。所以保罗一生中间有一个足大的欢喜，就是今仔日是耶稣活伫我的内底，所以就无搁再有软弱这个问题，无搁再有迄种见笑迄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完全的耶稣踮伫我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吗？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，你嘛要甲保罗同款，打得我无搁再是我。是因为耶稣基督踮伫我的内底，兄弟姊妹，将咱的软弱，将咱的孤单，将咱的郁卒，将咱的受气，将咱的伤害病痛，伫主耶稣的面前讲，主求你帮助我，接纳你做我的救主，因为信，我就活伫上帝的恩典的内底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保罗所讲的话，是咱第一个祈祷，互咱伫所信的真道顶悬，忠诚佮欢喜；互咱伫所信的真道顶悬，忠诚佮欢喜。当咱讲阿们的时，上帝就将圣神的开力赏赐互咱，互咱进入伫耶稣基督的力量的内底。主啊，帮助我，互我伫真道的顶悬忠诚佮喜乐，
主帮助我悔改，帮助我的生活改变。所以第三个祈祷就是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待人处事，就是做人做事。其实咱一生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课，其实是学做人。但是因为今仔日的这个知识的教育的制度，互人受教育的本末倒置。咱袂记得受教育甲接受信仰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改变咱的做人，互咱真正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。但是今仔日，伫这个资本主义的观念的影响，资本主义的影响，咱感觉受教育是学做代志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的本末倒置，互人类真困难拄到真正的满足的幸福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今仔日重新甲咱叫倒来。咱若要做人，咱就幸福；咱若要做人，咱就会晓做代志。但是咱要怎样会通知影讲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是因为咱真正徛伫上帝面前，认捌迄个赏赐咱活命的上帝。当咱认捌上帝的事，咱就知影咱是什么人。当咱知影咱是什么人的时，咱才有能力活出美好、悔改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相称的意思就是重新将迄个有价值的活命摕倒来伫我的灵魂的内底。所以保罗苦劝所有的世间人，今仔日嘛苦劝咱。保罗当伊伫大马士革路上悔改迄个经验了后，迄个故事写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伊讲到，当迄个悔改了后，伊一生一个真要紧的责任，就是邀请人来领受上帝所赏赐悔改的心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对恁讲话，互咱第一悔改了后，咱需要什么？咱需要追求上帝的旨意。兄弟姊妹，如果恁也感觉你是一个含慢祈祷的人，我甲恁分享一个真简单，恁拢知影的祈祷。恁会晓背主的祈祷文无？你用头前第一句祈祷，安尼就好。当你用这句的祈祷的时，你就要开始追求上帝的心意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，亲像伫天灵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要祈祷，你就用这句祈祷，逐日祈祷。你要忽然有一日，你感觉这个上帝已经来坐伫你的身边啊！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主因为你是圣洁的，所以我的生命嘛应该归荣光互你。愿你的国临到，意思是上帝的权能、上帝的稳定、上帝的国度，就甲你做伙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上帝的计划，伊就讲互你听。就亲像一个慈爱的老爸，伊常常牵伊的囡仔的手，伫各所在旅行，甲伊讲，这朵花叫做玫瑰花，这张树啊叫做牛樟树。伊老爸就开始甲伊讲世间的种种，伊就甲伊讲，我所听的囝子，这就是我的创造，是我为着你备办的。现在你有听到吗？上帝讲，这的一切，拢是我为着你所创造的。咱甲上帝讲，愿你的名声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我的生命，亲像伫你的天堂同款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当心的祈祷。所以悔改第一个意思就是，互上帝的旨意活伫你的人生的中间。过上帝爱你过的生活，尊重你家己，
一个袂晓尊重家己的人，真困难尊重别人。一个真正基督徒，伊一定真珍惜尊重伊家己。他亲像迄个醒起来，迄个浪子，伊忽然醒起来了后，伊才发现，我为什么伫这个所在做这个糊涂的代志？我为什么伫这个所在食喷？我的老爸敢是一个富足的财主嘛？遐个姊妹，咱的上帝就是咱的天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的生活。名副其实的意思就是，互耶稣活伫咱的内底，咱嘛亲像耶稣。所以保罗咧讲，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活的时，就是每一项代志，就亲像喘气遐尼自然，是耶稣活伫我的内底，表里合一，名副其实，灵体合一。我的肉体，我的心灵魂，圣洁甲世俗，成做一体的两面。伫我的血气的内底有上帝的圣洁，上帝用伊的圣洁来接纳我的血气，然后上帝将伊的圣洁放伫我的肉体的内底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人看到我的时，是看到上帝家己。阿门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将这个悔改的灵赏赐予咱，互咱哪来哪完全，互咱享受伫上帝真道顶悬的喜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姊妹，我要邀请你家己做这个祈祷，就是向上帝拍开你的心门。你伫内心安尼祈祷讲：主，我向你拍开我的心。主，恳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主，求你的圣神对我讲话。主，教我做清气的心。主，赏赐我正直的心。主，我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。主，求你怜悯我。主，求你怜悯我的软弱。主，求你赦免我。主，求你赦免我所有的一切。我才会当好胆来接纳我家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。主耶稣，这是我的祈祷，求你帮助我。阿门。